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这是台中一个男子想要报名西顿一间护士的课程，但是一直报未入去，竟然伫个7月31日迄天的暗时，走入去护士拿刀来劫持着女员工。远警赶到场，一面来按打着男子的情绪，嘛一面点点啊挖紧，然后抓到一个机会上向前，甲制服。其中一个警察叫做杜志宏，伊徛伫个第一线，面对这个拿刀的男子。伊过去捌摕过全国柔道的冠军，即届靠着经验甲一辈好功夫，顺利化解危机。查甫人正激动，拿刀啊，甲办公室内底女员工压掉咧，手头的刀啊，就伫咧女员工的颔棍边啊，互伊惊到拢唔敢震动。边啊10几个员警甲包围，想要按打查甫人的情绪。你为什么要压人家？我问你啊。 你说检察官怎么处理啊？他叫我瞬间马上处理他，你要跟我讲，我上检察官办处理啊。查甫人话讲爱司法单位到场，听伊讲清楚，员警嘛摕手机啊甲按打，讲检察官愿意细心通话。拿着跟你讲，好不好？你不要紧张嘛，让他拿，你放下。那声查甫人摕手机啊，那等待时机，等到查甫人无防备的瞬间。 员警随抢过，甲查甫人手头的刀啊抢走，所落来其他的警察嘛拢向前，查甫人就互制服。地点伫咧台中市西屯区法鼓山的部分市，警方调查，原来这个40岁吴姓查甫人想要报名护士的课程，所以伫失败。不过护士的工作人员讲，过去甲查甫人唔捌发生任何冲突。没有，他事先都没有来，那。 也没有什么任何关联。那吴姓查甫人敢若行为不满，才会向上撞入护士的办公室，甲女员工压掉咧。往下之后要赶快。激自细展现各种流动的机卡，当时徛伫咧上头前的警察面对拿刀的查甫人，就是台中第6分局侦查队的队长涂志宏，捌伫咧全国赛用水开的机卡，甲对手摔倒，摕到冠军。伊分析当下成功甲查甫人制服的关键，就是互伊伸手摕手机啊。左手要拿手机的时候，那右手的刀子就有一点防备，卸下那个比较远一点，卸下防备，我就马上赶快握住他的手腕把他拍离开那个被害人的身上这样再防止意外发生。有流刀的绝技临场发挥应用，涂志宏靠有经验，成功甲拿刀的查甫人制服，解救女员工，化解惊险的危机。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